人权团体在德国艾森举行了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聚集在德国艾森，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同化政策。示威者发布一份声明，以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东突厥斯坦的不人道的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不应对此问题保持沉默。示威者手里拿着土耳其和东突厥斯坦国旗，高喊反华口号。阿森纳的德国中场厄齐尔在社交网站上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阿森纳官方微博随后发表了一篇声明。阿森纳写道，关于梅苏特·厄齐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言论，其所发表的内容均为厄齐尔个人观点。阿森纳作为一家足球俱乐部，一贯坚持不懈及政治的原则。该篇内容目前只发布于阿森纳官方微博和阿森纳中国官网，官方网站和官方推特都没有发布。目前效力于英超球队阿森纳的厄齐尔在英国时间周五发布一条推特消息，指责中国政府迫害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将许多人关入集中营。与此同时，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许多中国官方媒体都对厄齐尔事件也做出了回应，称从译文来看，厄齐尔发布的言论句句恶毒，完全没有真实性可言。另一方面，海外维吾尔人在社交媒体上开始了支持和感谢厄齐尔的活动。美国媒体援引4名与新疆政府部门人员有接触的人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在有关中国当局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相关文件被曝光后，政府正在采取删除数据、销毁文件等措施，加强对信息的控制。一些因惧怕报复而选择匿名的消息人士称，中共高层官员曾在首府乌鲁木齐召开的几次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应对信息泄露的问题。这些会议开始于《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对集中营泄露文件的报道的几天之后。这些文件透露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有关东突厥斯坦问题的讲话，以及高层有关拘留营运作以及如何利用科技手段进行监控的指示。民间对阿胶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但是与此同时，阿胶的原材料早已供不应求。阿胶使用驴皮制作，而中国驴的存栏量近年来一路下滑，因此近年来企业从巴西等国家大量进口驴皮。专家发现，每年约有10万头驴因中药被杀。专家警告，该物种在巴西灭绝的危险可能在5年内发生。在中国，每年消耗约500万驴皮。新西兰怀特岛12月9日下午发生火山爆发，至今接近1周。当地警方公布死亡人数上升至15人。新西兰警方14日派出9名潜水员到怀特岛附近受污染的海底搜索2名失踪者遗体。新西兰分圣湾地区的怀特岛9日下午发生火山爆发，当时岛上共有47人。